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0月1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1节，耶利米书第29章24节到32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主备战。昨天我们有提到了学问，也提到了敬畏耶和华的人，他能够得到上帝的智慧，他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也提到了追求智慧与学问是为了要敬拜上帝。相同的，成为上帝的仆人、先知，其工作也是要成为上帝的传声筒。如果我们受呼召的人不是为了呼召者忠心工作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学问、智慧、能力，可能就只能够成为个人获益的目标。就像这几天我们都谈到了假先知一样，他们很有可能有一些原本是上帝所呼召的，是上帝的先知，但是在针对某些议题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等候听从上帝的旨意，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话，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我们在读圣经当中，我们对于先知示玛雅可能比较不熟悉。他是27位圣经中名为示玛雅的以色列人之一。在今天的经文中所记载的先知示玛雅，是在耶利米先知时代的一位假先知。示玛雅呢，他写信给当时候在圣殿里面的祭司西番雅以及其他的祭司们。他这样说：上主已经指派你做祭司，代替耶和耶大。你现在是圣殿的监督，你的职责是处罚每一个自封先知的狂人，用铁链锁住他，用铁枷套住他脖子上。现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亚拿图人耶利米，自封为先知，你为什么不尽责任处罚他呢？他曾写信告诉我们在巴比伦的同胞说，我们流亡的时间会很长，所以吩咐我们要建造房屋，定居下来，也要耕种，吃田里的土产。示玛雅他这一封信呢，是在控告先知耶利米，他说他自封为先知，并且目的是要陷害耶利米。这封信后来就引起了真假先知之战。祭司西番雅将示玛雅的信交给了耶利米先知之后，耶利米就提笔写信，写给流亡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说到上帝真实的预言。圣经说，我上主要惩罚示玛雅和他的子子孙孙，我并没有差派他，他却自封为先知，向你们说话，叫你们听信他的谎言。他不会有子孙住在你们当中，也不能活着看见我在子民身上所做的美事，因为他鼓励他们背叛我，
我上主这样宣布了。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引发真假先知的战争，他们不但是在占正式的代言权，其实更是将以色列人带进了国家战争的一个危险，因为要抵抗巴比伦，更是敬畏上帝与否的一个战争。假先知所传的假信息，不但会造成上帝仆人生命的危险，就是要陷害耶利米更能够使以色列人遭受灭绝的后果，就是刚刚说抵抗这个巴比伦，因为他们继续的离开了上帝的道路，失去了保守。然而我们看到祭司西番雅和其他先知们是谨慎的，是警醒的，也是备战的。他们没有因为收到这个假先知示玛雅的信，然后就受到了诱惑，陷害了上帝的仆人耶利米。基督徒受选的犹太人应当随时随地的警醒，做好万全的预备，以免遭受攻击。就如同乌克兰以及俄国的战争一样，起初乌克兰并没有做好万全的国防预备，他们以为和谈就可以了，甚至自己将在苏联时期拥有的核武等重要武器给自废武功了。因此在战争的初期，他们节节败退。后来因为总统以及各级的领导者，他们展现了护卫国家的决心，因此赢得了西方以及民主国家的尊敬，并且也提供了一些军备。此后乌克兰才一步一步的做好战备，一步一步的迎战强权，并且慢慢的得胜。我们另外看到中立国瑞士，虽然在政治立场上他们是中立的，但是他们却拥有强大的空军，还有其他的军备，随时备战。在亚洲，日本虽然在军备上面他们没有国防军备，但是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却是在世界的海军军备里面排前面的这样的一个预备是为了随时能够面对突如其来的军事挑衅以及攻击。基督徒的生命更是如此，我们都随时在面对许多的攻击、污秽、陷害、试探，我们需要时时的备战，我们需要将自己装备起来，以备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有能力可以对抗。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说道：最后，你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力做坚强的人，你们要穿戴上所赐的全副武装，好使你们能够站稳，来抵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与天界的邪灵，这就是黑暗世代的执政者、掌权者和宇宙间那邪恶势力的作战。因此你们要以上帝所赐的武器装备自己，好在险恶的日子里能够抵抗敌人的攻击，战斗到底，始终守住阵地。
所以你们要准备好，要以真理做腰带，以正义做护胸甲，以随时宣扬和平的福音做鞋子穿上。要常常拿着信心的盾牌，好使你们能够抵御那邪恶者所射出的一切火箭。你们要以救恩做头盔，以上帝的话做圣灵所赐的宝剑。你们要在祷告中祈求上帝的帮助，常常随从圣灵的带领祷告，要事事警醒，不可放松，要不断地为信徒们祷告，也要为我祷告。求上帝赐给我适当的话，使我在该开口的时候能够大胆传扬福音的奥秘。虽然我戴着锁链，我却是为这福音的缘故做特使的。你们要祈求主赐给我勇气，讲该讲的话。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在我陷入困境的日子，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立刻回答我。我的生命如烟雾消散，我的身体如炉火焚烧，我的心像枯干的草被踩碎，我连食欲也丧失了。我呻吟叹息，我全身只剩皮包骨。我像荒野的野鸟，我像废墟中的猫头鹰，我睡不着觉。我像屋顶上一只孤单的麻雀，我的仇敌整天辱骂我，戏弄我的人指着我的名咒诅。因为你的气愤和恼怒，我吃炉灰，像吃饭一样，眼泪混着饮料喝。你把我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我的生命好像黄昏的暗影，我像枯干了的草，但上主啊，你永远掌权，世世代代怀念你。你要起来，要怜悯锡安，因为你怜悯他的时候到了，现在时机成熟了。虽然锡安已被摧毁，你的仆人还是爱他。虽然他已成为废墟，他们还是怜惜他。万国要敬畏上主，地上万王都要畏惧他的威仪。上主重建锡安的时候，要显示他的荣耀。他要听穷苦人的呼求，他不会藐视他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提醒、警醒，准备基督的军装，随时应战。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困境、挑战，靠主得胜。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